这座山呢，在清朝的时候，古图上就已经记录它的存在。那原来有3座山，那随着市区的发展，那现在最明显的就只有这座山了啊。在日本时代，也是我们成功国小小朋友远足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也有历史的影像。那这座山承载了非常多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忆，那也在我们水交社里面啊是一个亮点。那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市民呢，能够到桂子山这边来哈，登高揽胜。那一方面也可以回顾过去我们整个府城的一个历史的意象。那大家也可以往西看一下，尝试的我们看向海边啊，因为在日本时代它有一个地名叫做细涧之丘，也就是说在这个丘的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潮汐。我们找到最早的旧照片就是1938年，然后明治公学校的小朋友。他就是从市区远足到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到这个凉亭呢，都是通透的，只有柱子，每个角落呢都是3根柱子，非常特别的一个通透的一个凉亭。屋顶之上的平板有一个三角点，那个地板也有一个三角点，是当时候日本人就是在这边当作是一个测量的一个点，然后连勤的测量点也是设在这个地方。当初在那个桂子山还没有整治之前。整个山几乎都是流浪狗盘踞在这个桂子山上面挖了非常多的狗洞。经过这几年以后，桂子山的整治已经好了以后，我本身在我们关怀祭典也带我们大城里的长辈，将近40个人来桂子山参观。我们由后面的无障碍到桂子山的上面，到上面以后，由桂子山的上面。环顾四周围，每一个长辈觉得非常满意，也觉得非常好。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知道，水交社过去在台南，不管是在国防以及这个我们地方都是有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位置。很多历史上保家卫国的可歌可泣的故事都在这里面发生。另外，除了水交社文化园区之外，我们也把这个地方那个桂子山整理成一个非常具有历史特色的景点。那也希望说各位好朋友在春节的时候或在平常就可以来这边，不管来水交社眷村的店来消磨一整天或一个下午，或者是来桂子山爬这个台南府城第1高峰，这个是网友的戏称，但事实上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的地方，有历史文化的意义，有休闲产业的意义，欢迎大家来桂子山。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2月12日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全美戏院这几天受到市场影响，宣布3月2号将要暂停营业。12号拄好是戏院的75周年庆，几百名民众无惊风雨来共同庆祝册给2个。业者讲未来会找出新的经营方式，以新的面貌跟大家见面。开天门准备营业，全美戏院曾经传出兄弟经营权争议，如今伫开业75周年的时阵，宣布只营业到3月初2。细汉的时阵，拢会来这看电影，一家当看2出啊，偌好的。所以阮今仔就特别来甲阮较早的记忆找回来。这间戏院陪伴济台南人大汉，自头早就有济民众前往翕相留念。回忆过往的时光，同时举办庆生会，买来一粒大鸡卵糕，唱生日快乐歌。立委林俊宪、首位电影看榜大师甘正发都出席。台南市都有画过，这边画最久20几年，这边这里成名了。我5年级生，大概跟李安那个时候差不多了哈。我念台南一中，念成大。无数的时光都是在全美戏院。全美戏院创立于1959年，后来转做2轮片戏院，加小的票价深受大家喜爱。甚至国际大导演李安伫高中的时阵，拢来这看电影，不过受到大环境因素冲击，暂停营业。
找出新的出路。我们可能是多元的整合、多元的放映，但是我会加上我的想法，结合我跟这个社区的感觉，承袭一些从前对老戏院的这种文艺功能，在地方做一个展演空间。空间的部分是必须要做保留的哈，因为任何一个空间如果被拆除的话，那就已经失去它原来这个戏院的一个功能啊，那承载的记忆也就不见。所以第一个部分呢，我们是在积极的鼓励我们这些戏院的所有人能够来保留。文化局会进一步了解戏院、影院目前所面临的困境，积极辅导协助保留空间，以全新的样貌向大家见面。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对过年前就踩伫运河顶的台南观光旅游吉祥物鱼头滚充气翁仔，增加无同款的游河气氛。今仔日元宵是最后一天的展出，虽然落雨，不过请侪民众把握机会前往翕相。在过年前到元宵，位于台南中西区黄河街运河边加出闹热，因为台南观光旅游的吉祥物鱼头菌变成大型的空气翁仔，在踩伫水上，增加未少游河欢乐的气氛。伫元宵最后一天的展出，虽然落雨，不过嘛请民众穿雨衣，也爱驶来翕相留念，嘛有找到家己心爱公仔，这会留下趣味的回忆。觉得特别有意义而且又是最后一天，让我遇到了，我很开心。虽然是下雨穿着雨衣，可是我的心情是快乐的。有收集公仔，然后想说台南有展览这个啊，对，然后就出来看看，走走看看这样。就特别拿它跟它合照，就对了。对啊，有在收集这个。很可爱吧？就表示，这摆鱼头菌的水上展览，只要民众伫台南旅游的脸书分享甲鱼头菌的美好回忆，都有抽奖的机会。2月20日，就将抽出年年有余的限量福袋等丰富贺礼。台南新闻管及采访报道。虽然春节假期已经过了，不过为着让北区的弱势家庭嘛会当感受年节温暖，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怡丁赶伫元宵节前，甲大湾顺源会等民间爱心团体合作，送年菜予北区家收入好，场面温馨。由台湾顺源会正义科技空间主持爱心永康会所捐赠的年菜，已送来立委陈廷辉服务处。会中议员陈怡丁嘛亲手送予北区家收入好，场面温馨。元宵之前都是过年，让大家在元宵之前一样也可以吃到热腾腾的年菜，而且是这个从初1到15都不间断的。会中北区区长嘛到场见证政府甲民间合作，互过年最后元宵的当头气更加温馨，嘛将爱心的社会资源送到真正需要家庭。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为着关怀大基长辈，台南邮局伫昨年开春举办头一场爱心关怀活动，特别捐赠白米甲大米等生活用品，予全区792位长辈送上温暖甲祝福。由台南邮局甲台湾邮政协会共同举办关怀独居长者的活动，伫开春头一场特别准备了192份的白米、甲干拌面等生活必需品。伫开春上班以后，透过邮务室一家一户送到独居长者的厝内，善尽中华邮政的企业社会责任。我们都一直在举办关怀独居长者，像每一年都会举办10几场。那今年开春第一场是蛇年虎马门邮政送暖风活动我们特别请我们的投递同仁在全区。总共有192位的独居长者，我们一一送上我们的咱在地查某爷的米跟老妈干拌面还有一些生活的必需品。那这次的活动是由我们台湾邮政协会跟台南邮局共同来举办的。那这个活动都刚才有讲，已经持续了很久了。每一年都会有十几场的活动，我们借着这个春节送暖，让长者感到社会的支持跟关怀。
那也希望借这个活动能够更唤起更多人对我们弱势的群组、弱势的族群能够更多的关注，共同营造一个充满爱心跟互助的社会。台南邮局局长梁丽妍表示，台南邮局每年举办120场的关怀活动，今年开春头一场，希望借由春节到元宵的期间来送温暖，让长者感受到社会支持和关怀。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一名90岁杨阿伯过去曾经因为肺炎住院将近2个月，最近也佫出现呼吸道感染，希望会当伫厝内接受治疗。经过新台病医及甲团队评估，伫厝内提供静脉注射、抗生素治疗，病情达到稳定，充分显示伫厝医疗的利便。面对人口的老化，甲着长者急症的问题，卫福部中央健保署推动居家医疗加在急诊，让患者甲着家属唔免到病院来看病，嘛用得到专业的医疗照护，唔定减轻患者甲着家属的负担，嘛用得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质。这几年台湾的人口老化，那很多老人家面临一些急症问题，但是他身体可能不方便就医，可能平常常常躺床时间比较久。那这时候我们如果能够提供一个到宅的急症服务，比如病人可能身上有一些感染，需要施打抗生素，或者有伤口需要清创，那我们医师能够到府访视，配合一些这几年发展的一些先进的床边仪器，那可以给病人带来一些比较更便利的一些服务。那病人不用为了这个就医不便呢舟车劳顿，那也减少病人家属照顾的辛劳。大部分我们目前台湾的医院做这项医疗服务，其实都还是算是兼任做，就是他在医院还是有他的服务工作。所以第一个他是需要跟医护人员还有家属要瞧到一个好的时间。第二个出去的仪器的确还有包含电脑、包含这些给药系统等等，都需要再克服一些居家的不方便。那我们当然尽量以轻巧方便的为主但是有时候通常出去还是带着1-2个行李箱这样出去。新台病院一般内科当时新店社区健康照护中心的副主任王俊林表示，虽然居家在急症的医疗才拄起步，一寡病情的范围限制，甲着医护人力资源的调配，也佫需要各界做伙来参与甲改善。但对着一寡反复大院，如果伫个出院进程做好卫教，甲推广伫厝急症的医疗，嘛用个减少患者持续大院的风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高雄新兴区有一间店家是在地人非常介意的早顿选择，一碗满满配料的综合汤，佮搭配1份炒米粉，100块有走。一大锅的汤里头满满的内脏、大肠、小肠、猪肚、菜头、猪血，统统都有。早餐来一碗料多实在的综合汤，乳白色的汤底，浓郁的大骨味，冬天喝下肚是双倍的享受。所有的内脏食材通通都是当天早上处理后烹调，有一部分的品项为了确保品质限量供应，想品尝的顾客可得趁早。真好吃，我吃30几年啊，猪血综合汤，他们的汤头熬得很棒。都是大骨去熬的汤，综合汤里面的东西非常的丰富啊，好吃，然后料也很实在，就料蛮多的。我都吃大肠头猪血汤，然后菜头跟有时候很快就卖完的菇仔肉，就吃起来蛮舒服的。就觉得就是好吃啊，是综合的，还有肉皮啊、咕拉巴都有。我们肠子的油就是像大肠、猪肚啊、肝连那些的油，我们都自己去，因为外面一般。那个他们去的话，厂商帮你去的话，可能比较没有去那么干净。我们都自己去的话，我们汤头就会比较清甜。那再加上用我们大骨跟那个菜头去熬的话，
就是其实蛮多女生也都很喜欢这种口味。那像我们的猪肉都是用当天的，然后猪血也是当天，它可能2点做完，4点送，那我们下午12点就卖完了。客人比较喜欢这综合，因为它口感比较多种类，它有猪肚、肝炎、小肠、小肚、深肠头、猪血。那它口感变化每个都不一样，所以它吃起来会比较多变化。把内脏处理的无微不至，即便花非常多的时间，老板依旧坚持把最好的品质呈现给顾客。想再加一份主食，可以搭配炒米粉，一份简单的炒米粉加入特制的酱汁与肉燥，简单的幸福滋味，就连附近的上班族也超爱，甚至会请老板帮忙保留餐点到中午的用餐时间。米粉跟面啊，我们都是会炒一部分。那大概一个时段用完以后，等客人有需要我再会炒，因为像面的话，你先炒起来放着，它容易被风吹干。那这样的话，其实面的本身的风味就没那么好的，所以我面的话，像我都比较注重现炒。那米粉的话，就是其实有一个保温功能在，而且我们米粉卖的是最好的，所以就是只要没有，我们就会马上炒，就是让客人就是可以持续吃到这样。那像我们有一个客人，他们就是综合汤加菜头。然后再一个大米粉因为我们大米粉的量其实蛮够的，其实这样一来100元内就够了，其实是蛮有饱足感的。就是男生的话吃也是没有问题的。没有客人的时间，老板也没闲着，赶紧在一旁烹煮食材，让比较晚来的顾客也能吃到热腾腾的炒米粉以及综合汤。记者魏国庆、陈英君高雄报道。基隆绿竹园杉树农场正是得奖的采收季节，头家也阁特别示范如何用得奖煮麻油鸡。去年台风多，雨量也大，农场收成不如预期。今年没有丰收，亏本。但只有一种农作物一枝独秀，就是姜辣素含量冠称姜科的竹姜。跟着绿竹园杉树农场主人陈四福爬上山，一起来寻找竹姜。竹姜就种在竹子旁，不仔细看就会错过。竹姜很小，可是这个是很辣。可是，假如做叶子大部分都是喜欢这个很辣的小小的。对比较营养啊。这个算是很好的，很大块了。看这个是小小的，可是这个比那个大头的还要价钱还要高。今年竹姜丰收，虽然受到台风影响，但产量可观。不到几分钟，好多竹姜出土，很有成就感。赶紧跟着农场主人下山来烹煮竹姜，做麻油鸡料理。热锅，然后加麻油，再放老姜。那我们在切姜片，就是尽量姜片能够薄一点。对，因为薄一点的话，你就比较快让它味道出来。这样差不多，我们就加鸡肉。好，然后主要就是让它拌炒，姜味有进去了，然后我们再加汤，再入汤。真的好香，也好美味，在寒冬中喝上一碗，真的好舒服。而刚出土的竹姜就直接放在农场门口的摊车上卖，采自助投币，方便游客采买。这是我们这边的山芹菜，这个是韭菜，都这个也可以说是野生的，这个是那个青江菜，那个是豆薯。这边还有香蕉，都要盖起来，不然都是被那个蓝雀吃掉。自己放的，自己投钱了。这边没有雇了，我们都到山上去工作了。除了竹姜，农场冬季还提供山药、树薯等农产品。农场主人俊龙更推荐游客在雨天前来体验采收，感受与平日不同的农事乐趣。真的，下雨来体验过，你会觉得它是非常好玩的，跟你一般在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不过记得多带一套衣服就对了。独特的农事体验，希望让游客能够亲身感受竹姜栽培的深厚文化，从种植到采收的细节讲究，展现了这对父子传承本土农业的用心与坚持。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由台北市县陈炳富兼中山区正义里李志勇里长向台北市府争取伫调通地区里来项目，设第17位专属特色路牌正式启用，以台湾甲日本文化为元素，
结合珍珠奶茶、鸡排、钓鱼烧等图案，唔那指方向，更当宣传跳通文化，替相关者来领调加商机。台北市条通地区的专属特色路牌17日正式亮相。市议员陈炳甫表示，条通发展于日治时期，是台日文化交融的代表地区，融合传统与现代的街区风貌，极具特色。此次设置特色路牌是与地方合作推动的成果，不仅提升条通的辨识度，更为商圈注入新活力。整个条通文化在日治时代全国各地其实都是条通，因为其实路就是条嘛，就是通。那但是大家只要条通，就想到的就是我们林森北路这个地方。那全世界都有所谓的 China Town， 有所谓的小台北。然后对于台北来讲，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的一个日本时代文化，包括餐饮、包括酒店文化等等的一个传续下来。那只是因为疫情过后，这样的氛围慢慢减少之后，那我们一直在想说如何能够来恢复这样当年的一个荣景啊，所以我们那是希望说，透过这样一个意象，然后让大家能更了解所谓的条通文化，然后进而引起大家的注意。一个意象只是一个单纯的意象，最主要还是人跟大家的共同努力哦。所以我们这边在地的除了里长以外，我们还有所谓的条通商圈的部分，那未来会结合商圈跟大家的力量，然后举办更多的一些促销活动。那也很感谢商业处那边也有积极的辅导，然后未来我想在这边会有陆陆续续有许多不一样的，包括文创、包括餐饮、包括所谓的饮食的一个活动，继续持续下去。由于条通街道复杂，游客经常因不熟悉地区而迷路，因此路牌的设置能帮助游客更轻松探索当地，并巧妙结合台日元素，同时呈现条通的历史与创意文化。希望透过这些特色路牌，民众与游客更能轻松地认识并探索这片街区。以前或是在地的人都习惯称我们这边几条通，可是外地人他就不知道哦，所以就有很多人会搞不清楚说，我要去的那个条通到底是几条？因为 Google 上面也是找不到，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请炳甫议员帮忙来争取这个特色路牌。未来我们还想要请炳甫议员再帮我们争取更多的地方的这个软硬体建设。未来如果说日本人再回来了，就可以很快的上手。条通呢是融合了这个台日的这个元素最多的这个商圈啊，那么当然在我们这样的设计里面，也就包含了有日本跟我们台湾的这个重要的元素啊。我们看到像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动漫的一个感觉，还有我们台湾的食物啊，也都有呈现在这样的一个巧妙的融合。那也代表我们条通商圈是一个台日交流最好的桥梁的地方。特色路牌的启用为条通注入新气象，不仅便利民众与游客，也进一步提升了区域的文化形象。未来也将与地方持续合作，结合商圈力量，举办更多文化活动，让条通成为台北市的观光亮点，吸引更多人认识条通的独特魅力。条通赞不赞？赞！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2月12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顺怀，咱再会。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比哦。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
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待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刚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很棒，单光随手关灯还不够，换装 LED 灯泡可以再省68照明用电，清洁滤网可以再省18冷气用电。等下更多的电就可以看更久的卡通了吗？不是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给你。爸，我爱你。我也爱你。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卷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卷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阿妈你好，我是来给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同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住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住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住警器，5增5保比哦。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待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刚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
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